们同心来祷告。慈悲的阿爸父神，我们献上感恩，你带领我们平安经过一个礼拜，也感谢在主日我们有福气能够来敬拜你。今天我们教会要召开临时和会，我们也为了长子的改选，我们仰望在主你的手中。我们的灵命操练成为一个和平使者，也进到第5课，我们为此献上满心的感恩，祈求神继续加倍恩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，让我们有恒的心能够持续在这灵命的操练中间。因为主你说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要称为上帝的儿子。我们感谢神，让我们这样有这个福气，能够成为神你的儿子，也能够盼望在和平使者的操练中间能够得到帮助。求主你赏赐我们每个人谦卑敬虔顺服的心，来领受你的话语，也赏赐我们有属灵的智慧，开我们的心眼，让我们能够明白。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大家平安。我们和平使者已经进到第5课，那在前面的时候，它是总共有12课，透过4个基要来完成。所以我们看这前面这第一步呢，是用荣耀神 glorify God 第一个基，里面有上了3课，就是冲突会带来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呢？原来就是要让我们可以有机会可以容神益人。我们过了和睦的生活，表示我们有和平、有平安、喜乐跟我们在一起，也代表了我们将我们的中心是摆在神的身上。然后信靠主行善的话呢，告诉我们的主是大有全能的主，而且他又是美善的，他又是信实的。有这样一位的神，你有什么可以不可依靠的呢？既然是这样的一位神，所以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呢，都是他看为好的。所以我们用这种角度去看的呢，就知道我们面对任何事情的时候，都是要去学习功课，因为神要借着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呢，让我们能够成长。这是第一个，把荣耀神当作我们最重要的中心点。当你有任何冲突发生的时候，先回到神的面前来。我这样子继续下去的时候，可以荣耀神吗？要是不能荣耀神，那怎么办？我们就进到第2个阶段，先寻求自己在这事情上的责任到底是什么。所以上礼拜我们看到这第2步里面是讲除去自己眼中的梁木。我们讲到第一个是这是值得相争吗？我们应该去思考。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自己可以用自己包容，小过错就好。为什么能够包容呢？因为它并没有非常严重的这种后遗症产生。然后等等下去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知道说有些事情根本不值得这样。要是你没有办法包容怎么办呢？就回到腓立比书第4章第2节到第9节，保罗向腓立比教会，他们有2位妇女发生了争执，发生了冲突之后，保罗写的那封信去告诉他，你们应该怎样？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，你们要让众人看见你们谦让的心，你们要一无挂虑，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恩，交托在神的面前。我们看到就是需要我们这样，然后他要我们看清事实，那些凡是真实可敬的很美好的事情，可赞美的事情，你要去思念它，不要只看到一些负面的事情，只有要帮他行动出来。这是我们所看到，就是这是值得相争里面，先很多冲突发生的时候呢，先想靠自己的责任在什么地方。今天要进到第2个里面呢，是讲说冲突是孕育一生。冲突孕育一生呢，这2个字，我就在想说台语怎么讲，到现在还没有想出台语要怎么讲啊。怀孕，然后再怎样，在整个发展之后，再从心里面开始。也就是说，一个冲突从哪边开始？从心来开始，而且在心里面渐渐的长大起来。确实也是没有错。等一下我们就从很多的经节，我们就可以看出来。所以我们在上次的有关除去眼中梁木的时候呢，在上一课，这是值得相争里面讲到说，很多的冲突需要花很多的时间跟精力去解决，但有更多的冲突，你可以经由包容小过错，或是为了神国度的缘故呢，我们就放弃权利而轻易的得到的解决。要想到自己的权利之前，其实应该先想到自己的责任到底尽了没有。在很多情况之下呢，
放弃自己的权利，可以避免不必要而且不容审义人的冲突。容审义人还是我们处理事情的最高原则。记得仁慈温柔的态度可以避免大多数的这些冲突。所以我们进到今天的课程里面呢，有几个问题来问。第一个是，我们若是冲突不是影响我们关系的破坏的时候，或是神的名受损，我们要学习包容，或者呢也要学习改变。改变是怎样？调整我们的态度。刚才讲的腓立比书第4章第2节到第9节，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该调整的部分包括什么？我有靠主常常喜乐吗？我有让众人能够看到我有这谦让的心吗？我是不是一无挂虑，将所有的事情就借着祷告、感恩、祈求，交托在神的面前吗？我有看到是那些美好的部分，还是只是看到别人不好的部分呢？这是要改变我们的心，改变我们的态度，我们将可以减少冲突的恶化。其实呢，态度是心思意念的外在表现，所以改变的乃是要从我们内心来做起。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，冲突是孕育于心。雅各书第4章第1节，我们刚才已经读第1章到第3节，它里面有讲到说，我们内心最大的问题呢，乃是我们的私欲而引起的。刚才说，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不是从你们百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？圣经中间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。但是这样我们要如何避免呢？其实我们要有一个概念，上帝是利用冲突来显出我们每一个人内心里面的偶像。今天我们就是要谈到有关偶像的部分。我们首先来看圣经中间提到冲突的源头是什么？这有2个经节告诉我们：马太福音第15章第19节，雅各书第4章第1节是刚才已经看了。马太福音第15章第19节说，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、凶杀、奸淫、苟合、偷盗、妄证，还谤毒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的心是一切心思意念还有言语行动的源头，同时它也是一切冲突的源头。当我们心中的欲望未被满足的时候呢，它便控制了我们，并成为我们冲突的源头，也就成为我们的偶像。你们大家会觉得我们没有敬拜偶像。今天我们将偶像呢做一个广义的来解释，你就可以发现到，其实我们每个人心中有很多的偶像存在。偶像它的形成的演变的过程是怎样的？它有4个步骤。第一个步骤是说我想要，因为我们是翻译从这一边过来的，所以他只能用我想要，其实他应该翻译成我渴望要。英文是用 I desire， 不是 I want， 不是说我要而已，是 I desire。desire 的意思呢，意思就是非常渴望一定要得到。我们等一下看下面的经句，下面的圣经里面可以看到有一个经句也是写到这样。我们的欲望呢，原来是我们的动力的来源，但是它也有好的，也有不好的，甚至是错误的。而当欲望我们无法被满足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带来了失望。而这失望呢，我们可能就有2种回应。第一种回应，我们可能就交托到神的面前，在神的面前寻求了满足。因为在诗篇第73篇25节这边告诉我，除了你以外，在天上我有谁呢？除你以外，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。这个爱慕的呢，在英文里面就是用 desire。他讲说 I desire nothing， 或者另外一个翻译说 I desire besides you。除了你以外，我没有任何渴望的。我觉得爱慕的话，倒是翻译的蛮贴切的。只有我想要，还是不够那么严谨的。那种想要，已经想要到非要得到不可的那种想要。在路加福音第6章27节也告诉我们说，其实这是神告诉我们说，并不是什么事情你都是一定是需要，你有的事情是反而是不好的事情，你的敌人你都应该要去爱他。若是我们在失望中间能够将在上帝面前寻求满足，其实神就祝福在我们身上。用什么祝福？用罗马书第8章28节到29节祝福。他说：“我们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得做长子。”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事情身上呢，
是万事互相效力。有可能我们不太明白，但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荣耀神里面也讲到，神是美善的神，所以他允许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呢，乃是对我们是有利的。他要我们去学习功课，这是第一个。当你的 I desire 我想要、渴望要的，你得不到的时候，你有可能会有2个回应。一个回应就是说，我就交托在神的面前吧，以神的旨意为主。第二个呢，你可能就根本就不会忘记他，你是沉溺于你的失望中间，将会带来什么呢？你就允许这个欲望跟失望控制了我们的生活，不只控制我们生活，我们常常会导致我们开始有自怜，然后怨恨、苦毒，进而毁坏彼此之间的关系，甚至会使我们远离上帝。你大家会想说，为什么呢？这不是我应该得的吗？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呢？我只不过是要求这样，这是我该配得的。我们有时候会看不清，我们觉得我们大概没有这样吧。其实我们常常都陷入这种困境中。你要是看不清楚啊，我们看看我们自己的小孩子就好了。我们的小孩，我们的孙子，当他们还小的时候，他们根本不懂，他们眼中只有一个我的时候，他看到什么东西他就要不到的时候，他用哭、用闹等等这些，你就可以看出，其实他就是陷入在这个困境中。他想要这个玩具，他想要吃什么东西，你没有办法满足他的时候呢，他不会说，那我们就在神面前求着满足吧。他反而是这样，在他的失望中间，他就开始这样，会有这种怨恨出来。他当然小孩子没有那种怨恨，不过他表现出来就是说，已经没有满足我的希望的一些行动就出来。而大人呢，当然基于这个心机啊，我们比较成熟一点，我们不会表现在外面，但是我们开始在里面产生了苦毒了，自怜，自己安慰自己，自己就觉得是这样，然后开始会怪罪到别人去。我们看到其实第一个是偶像会产生是从 I desire， 我想要得到一个，但是你得不到怎样，你就进而去想说，我一定要得到。英文是说 I demand， 或是 I must have。那这个字呢 ，demand 里面呢，我查一下英文里面呢，它是讲说，当你在写电脑程式里面的那个指令的时候，也叫 demand， 或者是你们在法院上的时候呢，有一个法定的要求，也是用 demand 这个字。站在任何理由来看的时候呢，我就是可以拥有。而且我写电脑，我下这个指令，他就一定要这么做。为什么我会没有呢？我一定要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我非常 desire， 我渴望想要得到什么，再来得不到呢，我就改成是我一定要得到。我们常常会有这种想法在先。当我们认为我们的欲望正是我们自己所需要，而且是配得的话，甚至是攸关我们的幸福，渴求的心就越来越强烈。我们就用很多方式呢，把它正当化，跟把它合理化。我们提几个想法，你恐怕有几个是很合乎的话，我们可以这样想。开始就有这种想法。这些先生们呢，他们去工作回来的时候呢，回到家里面呢，他只不过就觉得说，我在外面工作这么辛苦，难道我回到家的时候不应该有一个平静安宁的心吗？回到家的时候，不是看到小孩子在吵闹，想要吃饭，饭都还没准备好，然后太太呢看起来是黄脸婆的样子，并不是打扮得很漂亮，在迎接着我。我辛苦了，为家这样子辛苦，竟然连这个渴望这个都得不到吗？开始类似像这样子的想法，或者是说，在教会里面呢，我们觉得我们是教会里面的牧师，是长老，是执事，是小组长，是部长。会有应该要尊重我啊！你说我为什么我们经常讲这么多，他们都不听呢？是不是又开始有这种想法？或是我们是会友的话呢？想想说，我是会友牧长应该来看我啊！我身体不好，我甚至心情不好，但是我很孤单，怎么都没有来看我呢？或者甚至是我们会觉得说，在服事上呢，我觉得比谁都还努力，应该是我配得被表扬的，怎么是别人被表扬呢？我讲这些只是一些例子，并不代表我们教会是这个样子。没有最好，有的话呢，也就让我们需要谨慎小心。其实有时候很多的问题都是非常单纯，而且非常正确。但是当你进到我一定要的时候呢，
就开始会产生一些问题。